今年是台湾新闻学之父赖和130岁生日期，嘛是赖和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日子。基金会整理30件展览品，紹介賴和的作品甲事蹟，要讓民眾了解這個和仔先以關懷人民甲土地珍貴的精神。一本一本賴和專輯，有新詩、小說、散文。1894年出世的賴和，一生拄好經過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。伊日時是醫師替人看病，暗時是作家，用文字關懷土地，爭取自由平等。台灣頭一位撰寫賴和專輯的李南雄先生就講：和仔先的勇氣是真無簡單的。甲我的犧牲，覺悟下的犧牲吼，就是你講義林樹迄個正農哦，農民運動的代志。就講迄個無寫事件，伊嘛是處處寫詩哦，表示伊甲別個作家無共款嘛，伊足有正義感，而且敢寫出來，這個勇氣就無簡單啦。今年是賴和130歲生日期，嘛是賴和基金會成立30年的日子。基金會佇中華藝術館舉辦展覽，紹介賴和的作品甲事蹟，也展出這幾年基金會舉辦賴和文學營行大活動的成果。其實這30年，嘛當看出講台灣少年一輩，已經對將台灣攏有一個加深刻的認識。進前看過賴和的創作，想要更再了解台灣的文學。應該來關心這土地發生過的故事，加這土地的感情。賴和基金會表示，基金會成立的目的，就是希望落實本土教育和文化振興。9月28賴和生日這天，也是賴和日，已經舉辦15年的賴和音樂節，也佇後禮拜舉辦，要用音樂唱出賴和的文學精神，望民眾延續賴和精神，重視家己的鄉土，關心社會事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